飲咗呢個湯啊，10個鬧鐘都叫你唔醒啊！醒啊！哎呀，你做咩啊？老細嗰排又瞓得唔好啊，成晚眼光光鬥天光，點算啊？睇你隻眼啊知啊，仲囉囉攣點長點隻啊嘛！又知嘅，快啲攞5蚊去買個豬心翻嚟啦！好嘅，喂，仲有酸棗仁啊！好咧，老細你買翻嚟啦。好咧，好多人話酸棗仁冇效果喎，你係咪買咗李棗仁呢？我教下你點樣分啊！正宗嘅酸棗仁呢，皮好乾滑，長橢圓形，有菱形線嘅，佢皮比較厚啊，好難刻得落。李棗仁呢偏黃黃地色啊，有斑點噶，佢殼好薄噶，你睇下，一刻就開噶啦。酸棗仁呢，如果老人家食呢，你輕輕炒一炒佢，晾凍咗佢之後呢，研碎下佢，更出味。關鍵啦，好多人都唔識處理好嗰個豬心嘅。豬心清洗嗰陣呢，你要放少少醋，白醋，你個豬心就唔會咁多臊味。浸佢10分鐘，豬心又乾淨，又唔怕有臊嘅鐵鏽味。飲咗呢個湯啊，10個鬧鐘都叫你唔醒啊！鐵鏟鏟唔起身啊！25克嘅麥冬，5克嘅酸棗仁，25克嘅茯苓，5克嘅杞子。杞子最後先放啊！嗱，水滾啦，先放一個豬心，放咗啲豬心落去煲佢。麥冬25克，酸棗仁5克，5克到10克都得嘅。茯苓25克，仲有個秘密啊，加少少咁多薑片，煲佢40分鐘。呢個湯呢，全家都可以飲，又可以飲湯，又可以吔肉，最嬲尾呢，加埋嗰幾粒杞子，放2粒鹽。提示下你飲咗呢個湯，記得校11個鬧鐘啊！哇，香噴噴，飲得湯，吔得肉。啊，真香！哇！哇，好好飲，記得關注羅記喎。